專題嘅網站 www.organdonation.gov.hk 咧就可以揾到更加多嘅資料㗎啦。係啦，咁啊事不宜遲㗎啦，大家如果已經有呢個諗法，有呢個意願，但係未將佢付諸行動嘅話咧，咁聽埋我哋頭先嘅介紹啦，或者咁多集呢一個器官捐贈嘅環節嘅時候，我相信咧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啦。記住快啲行動啦！旅遊樂園之西班牙家庭樂之旅，今個星期主持 Herman 同嘉賓 Carol 一齊到西班牙東部參加健步足球比賽，順道到南部旅遊，包括到遊阿拉伯風情嘅格拉納達，去著名亞罕布拉宮睇日落，仲有海邊城市馬拉加睇畢加索博物館啊！留意星期六下晝5至7，係5至7，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 Herman 加埋 Carol， 旅遊樂園見。香港電台新聞報導。下晝3點，由梁正滔報道新聞。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晝喺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嘅英國首相施紀賢。喺會面開放俾傳媒採訪嘅部分，習近平歡迎施紀賢到訪，話係相隔8年英國首相再次訪問中國。習近平話，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英兩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